观众朋友好早，欢迎收看3月12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昨暗7点外，这台空桥国际学校校车在台北文山崩坑，那像是因为落雨储气煞冰车，车顶有一个司机，25个学生，拢总20个人受伤，加在拢无性命危险。事故原因要该调查。不过公路局发现讲，这台游览车最近6年有8届的违规记录。这台游览车敢若是路过连啊失去控制，伫崩坑内驶一段燃料，弄到崩坑壁一个青色火势，尾啊并道挡伫咧路中。发生意外的车是空桥国际学校寿光校区的课后社团交通车，校区伫新北市新店，车顶有25位学生就位驾驶。发生意外了，学生家己开车顶的导线门走出来，大家拢惊到伫咧路边等人救。这件车祸发生伫咧11暗7点外，迄当阵落大雨，再加上代志发生伫咧文山崩坑往信义区方向，所以塞车塞到真严重。新北市教育处上新的统计，有20个人送病院，好加赛拢无大害，拢已经出院。赶快看一下学生，安抚他们情绪哦。那他们当然受到了惊吓，医生就说明是目前都是轻伤。那当然都有即刻了，有些照 X 光，有的上药，家长们也陪伴在旁。公路局调查发现，出代志这台车伫最近6年有8遍违规的记录，驾驶最近6年也有2件违规的记录。乡北市长拢有去看学生，讲会彻底调查，到底是不是车速快，或是车辆的保养问题，以及相关的因素，我们会跟台北市共同组专案来做一个详细的调查。学校表示，上严重的情形一定是解约，甚至会对校车公司有罚则。因那事故现场怎么已经恢复通车，事故责任的部分也该等待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苏丹红嫌姜粉的食安风波是愈加愈大。新北市对查金福华公司有染苏丹红的沙地，已经回收3万公斤。台北市也针对这间公司无老实申报资料，要罚144万。现该公司电子申报产品制造资料与实际产品制造资料不一致，有申报资料不实情形，且品项多达16项，仍有违规情节严重。台北市卫生局依法重罚新台币144万元。那本局接获讯息，立即派员前往稽查。那业者均表示，接受金福华公司的讯息之后，也已经配合立即的下架回收。那截至目前为止，总共回收约3万公斤。新北市卫生局表示，金福华公司自去年9月开始送去火锅店或者是食品通道的沙地有23万公斤。下卡业者拢讲已经配合落价啊，目前有问题的沙地已经回收3万公斤。因为苏丹红事件，连锁火锅店三马嘛暂停要停卖咸麻火锅，嘛袂阁替人客南咸的。另外，南投的金福华食品有问题的沙地嘛拢爱落价回收。安那高雄市卫生局对查源头，认为丁赞、嘉港、海顺这几间公司的关系是真复杂，挑工要进口有毒的咸姜仔粉，这阵是依照食安法甲因撤照。苏丹红风暴继续滚价，全台连锁小火锅三马臭臭锅宣布暂停卖咸的口味，也暂停加咸服务。麻辣锅，还有我们用卤酱去卤的那个鸭血，还有加辣的部分，我们就停止。因为顶管厂商受波及，三马臭臭锅虽然无用相关的原料，依然自主停卖。另外，火锅一定要用的沙地酱也出问题。南投金福华食品公司将近9000公斤原料，已经做沙地酱等55项产品，出货到全台小吃店。业者强调，价钱料准代言的迄种沙地酱无受污染，消费者若有疑虑，愿意接受退费退钱服务。以不保系来讲的话，是到小吃店、跟餐厅，还有盘上一些的那个小型火锅店。是全省吗？还是全省的？你好，我是卫生局。高雄卫生局警员并分进一道各队查源头，要调查海顺、丁站等公司物流甲金流等关系，发现附近2个地址，其中一个地址有6间，另外一个地址3间。海顺甲上丰是另外设厂，关系企业真复杂。高雄市府出动手将因撤照。有鉴于上述关系企业故意恶性透过不当手法输入有毒辣椒粉，卫生局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4及47条的规定，
废止上述11家公司的食品业业务登记事项及食品业者的登录。对于参委的行为，明知道它是危害身体的添加物啊，如果仍然使用的话，刑度或是它的处罚太轻啊，我们会建议主管的机关要加重处罚。法务部要求相关质检署扩大承办，也呼吁处向业者马上回收。小组12也甲相关业者开会，甲业者达成3项共识，包含阻断非法产品伫境外，都是自主管理，确定原料安全，甲自主通报记录产品关键化解这一摆是暗飞机。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写啥物？做伙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观光署统计，去年国内旅游订房间的人数已经登去到疫情进前的水准，不过房间的价数却是比前年更较悬。观光旅馆住一暝平均就要4660块，差不多是起1成左右。来看中国时报，咱国科学园区去年的营业收入是3兆9000多亿，是这8年来头一届减少。不过整体收入是有史以来第2悬的。其中南科因为生产3奈米，所以去年的收入头一届赢过德科。再来看联合报，为着要让实支实付医疗险有实际支出才理赔，金管会要修改规定，新的医疗险有2种理赔方式：第一，要有医疗收据的正本才会赔；第二是约定理赔损失分配机制。这新制改革未追究过去，按照旧的保护，也是会当摕副本来申请理赔。这肺癌是国内死亡率上悬的癌症。今年3月开始，就正式把每期肺癌双标配药啊列入去健保给付，预估会当替病人省上百万的药钱。65岁女士伫8当前确诊到肺腺癌第3期，伫2年后好发，搁转移到脑部，出现脑水肿的现象。因为伊的肺腺癌有 EGFR 基因突变，伊除了食 EGFR 的标靶药啊，搁自费合并抗血管的新生药啊，做双标靶的治疗，卡达已经得要5年，伊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但是药钱嘛已经开要上百万这么多，一次都要差不多快5万块。那所以我到现在已经打那个癌斯汀已经打了60次了，所以都是自费。没有肺癌脑转移的患者唔免烦恼，因为对今年3月初一开始，健保正式把每期的肺癌双标靶治疗纳入给付。医师讲，在台湾非小细胞肺癌差不多占9%，个人上定着的肺腺癌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有 EGFR 基因突变的患者，脑转移的比例有60%这么悬，但若会当用双标靶药来治疗，临床定是会当让病情恶化延1年5个月。它可以延缓它的抗药性然后这个抗药性可以延缓，大概一般从11个月可以延缓到16到17个月，那效果就很明显了。医师强调讲，肺癌的死亡率一直这么高，和确诊的级别有关系。来当透过无共药的配合，拢有机会来稳定病情。这摆肺癌双标靶药的给付条件，包括无法度手术来切掉，也是脑转移等等，伊个会当减轻患者破百万的经济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一个1岁外囡仔，因为老母咧在家，无法度甲照顾，这社会局甲儿童福利联盟就介绍一个细老的灵母来照顾。想袂到这个灵母却涉嫌甲囡仔凌迟甲害死。负责介绍的儿福联盟已经发声明会室咧，讲会配合调查。台北市一个1岁外的查甫囡仔，因为老母入家无法度照顾，经过社会局甲儿福联盟转介予细老的儿母照顾。不过，去年12月，这个查甫囡仔雄风送病院转死亡，在生的时阵哪像去有儿母虐待。这个查甫囡仔家属的朋友真唔敢表示，囡仔2只手的指甲拢红斑起来，头壳有真侪所在乌青，就连喙齿嘛落去，甚至还佫用喷甲刺。10根手指头的那个指甲全部被拔掉已经没有办法分什么额头不额头了，整颗头都是淤血，真的是很严重啦。因为尸体真的会说话。专案目前由台北地检署侦办当中。家属的朋友讲，这个查甫囡仔是去予社会局、甲儿福联盟转介予这个涉案的儿母。新北市社会局表示，并无强制出用的情形，儿福联盟嘛发声明会室内表示遗憾，讲会配合调查，嘛提供必要的协助，强化儿母审查的条件，甲社工访视的流程。这样的悲剧，我们感到很震惊，也感到很抱歉。会配合检方的检调的调查。总部已经在检视说，你还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去确保
这样的就是悲剧会发生。此案并无强制出养情事，是家属主动向社福中心求助，提出出养需求，社福中心评估后提供卫生福利部许可的合法输出养媒合服务机构资讯给家属参考。二号联名表示，这个个案去年9月托育了后，连续3个月拢有去访视，一直到12月份，年报讲另外一个托育的囡仔破病才改时间，想要到月底就发生不幸的消息。这个查甫囡仔捡合家年报虐待死亡的事件，引起社会讨论。监管基金会认为讲，为选择年报、追踪托育的环境、关心囡仔的生理甲心理状态拢真重要。政府针对居家年报，每2年做2届访视，确实有改善的空间。这个相关的管理强度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如果是保姆，他有定期的在收托幼儿的话，其实就政府的一个管理来说，例行访视1年只要2次。邝雅静表示，等待收养甲出养的囡仔，政府应该加强管理的机制，落实闭关的力头。嘛，希望访视人员伫检查的时阵，针对囡仔的安全、情绪，甚至是日常状况的追踪，拢会当有更较周全的配套，避免遗憾的代志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要开发长期世家这套软体，真出名的一个细电查甫人，伊对我讲有设计一套 AI， 会当自动操作股票甲基金，但年会当赚超过8%。伊用这款话拐人来投资，拢总赚超过7亿2千万的侥幸钱。专案10个嫌犯拢向伊送法办。这查甫人穿甲真正式，为中国坐无人机登个台湾，啊，不过马上互警察抓起来，互伊被负缓刑。我已经跟检察官说了。警方早就定位，互伊被当讲，这细电嫌犯伫香港成立环球金融交流平台公司，讲是设计一套 AI 系统，用自动操作股票基金机会，为选到买进卖出，免用人力，都应家己做较好。至少去因21个个人投资，非法骗钱有1亿2千万。吸取既有的这些被害人的金额，然后来交付给下一个被害人的利息，所以有可能是庞氏骗局。投资客在最近吸收不到利息以后，才惊觉是诈骗。每年8.4%高息率，每个月固定领利息，互投资的人也是被限制。这运输业司机上惨到2300多万，被领集团10人，以银行法定罪嫌以上，不过被害者会被骗。上大处刑关键就是主嫌这个背景。照数字船长开发长期世家软体，伫前期比赛捌拍败冠军队伍，也好胜地主嫌被俄罗斯台湾电脑长期王过去佫做过国小老师，即马行歪路。面对国内投资热潮，学者提醒，依照 AI 目前的发展，也做袂到稳赚袂了。真的要做到自动选择，然后要下标，然后买卖等等，这件事情是可以做，但是应该是效能会有大的局限性。AI 发展真紧，自动选股买卖，学者表示，理论上无的确会使，不过有准确性的问题。听到这种话，而且有思考的能力，而且投资市场变化真大，唔通就是放心交互 AI， 都100%赚钱。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透早方面地区各地头拢较无雨啊。这2天天气拢真稳定，敢若花莲、台东、恒春半岛会落30仔雨。咱来看温度。虽然方面已经离开啊，不过大陆冷气团随接咧来，北部、东北部甲东部会较寒，其他的所在早暗较凉。中南部是爱注意温差，北部、东半部日时高温是21到23度，中南部26度、27度。另外，今仔日顶部金门、马祖云较低，会大雾影响视线。目前能见度是无到200公尺。中华新港有3个姐弟仔，顶个月2日过车路的时，互车撞到，其中2个姊妹仔当伤昏迷。啊，那这个大姊目睭前已经会当震动啊，医生评估已经入要精神啊。行政院长陈建仁昨嘛去到美港公路视察，宣布美港公路高架化整体工程核定总经费167亿，全部拢用中央来负担。
行政长陈建仁11到中华县新港乡了解第60亿以线美港公路高架化工程，交通部公路局办理可行性评估，三国发挥审查年外，行政预算部正式核定，总经费167.84亿，由中央全部负担。交通部表示，美港公路高架化了后定位是快速公路，应解决原本28个后置路口塞车问题，按算2034年完工。虽然是现在的施作是一个平面道路，把它高架化的一个计划需求，因为可以把全线的这一个28处的路口大概做整个一个立体化。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核定通过，我希望我们交通部这边在这个详细的综合规划以及环评的部分要来加紧土地的这个征收，也希望我们地方政府一起来努力。中华县新港乡圣诞的三姐地，顶个月底经过美港公路甲建国路口，和修路车弄飞。当上阿姐经过近1天抢救，传出好消息。中华社团便表示，189人已经因活动应该特别请啊。目前情况就是说，昏迷指数6分，他的眼睛可以张开，眼珠可以活动呼吸器设定也比较好，应该是快要醒了。医生表示，阿姊阿妈管损伤的部分目前正靠有个活动的反应，望干细胞治疗了后有继续个进步机会。当上的妹妹依然是当昏迷状态，无新的进展，不过已经无用性压制，伊血压算是稳定，昏迷指数依然是3分。记者综合报道。开卖100。根据内政部统计，去年第4季全国主体平均的年费是32年。30年以上的楼厝已经连续2季拢减少啊。房地产业者表示，这几年内政部积极推动都市更新，各地头的楼厝开始拆掉重起，各有起新厝，这平均的户数才会减少。就算当咧落雨，工人也是穿好满戴安全帽啊，伫工地咧无闲。这是台北市信义区当咧进行的规模重建案，面积超过2000平，这嘛是目前规模重建申请上大的基地。进前是信义区公所，未来会起造地上27楼的大楼。它主要是设定地上权案件，1、2楼是作为厂商，那3楼以上主要是作为金融保险业跟一般事务所。最近这几年，因为政府推出规模重建的政策，有愈来愈多旧厝透天整合成功，改起新厝。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到今年1月底为止，全国核准规模重建的数量有达3473件。嘛，因为安尼，前去年第4季，全国主体平均32年的旧厝有483万3300间，比前一季483万6400间小可降低。30年以上的旧厝连2季减少，全国的主体出现电脑较少回现象。不管是在都更的推动上面，或者是整个建筑投资业在重划区的开发，其实都有非常好的这个进展。在整个这个新陈代谢之下，我们看到整个这个量体或者是新成屋的比例就会变高。不过，黄思维讲，虽然旧厝拆了紧，新厝持续进入房市，有价平均厝的年费。不过，过去3年中卫区反映工料升起成本的压力，所以新厝的区域无一定会甲精华区旧厝出现大体的效果。为房屋趋势网站上新的调查，卖当看到去年7大都会区、甲行政区厝价起的幅度，以台北市、新竹市、台南新市区、甲台南马头区，无论长线、中线、短线的表现拢真好。6年起的幅度拢有到80%以上。新竹市跟竹北，这个是竹科的效应，麻豆这个新化那这2区呢，也是从新市跟这个善化一直往外扩张的这个科技园区的效应。2024年的房市，李东阳认为讲，开工量持续减少，建造持续增加。今年房市已经呈现死亡交叉，数量甲计数背离，所以房市的交易增加，这都是厝价下落的开始。记者综合报道。铁道大车拼来看奥运无胜具世界区足计赛，台湾选手陈念琴伫女子66公斤级8强赛以5-0拍赢乌克兰，摕到今年奥运的门票。The winner by point-series decision and qualified for the Olympic Games Paris 2024 in the blue corner representing Taipei.
第一回合双方拢咧试探军度，5个裁判有4个人互陈念琴10分。第二回合开始，陈念琴就掌握强势，闪过攻击，出棍拍着对方。第二、第三回合拢压制对方，落尾5-0拍赢。这是陈念琴第2016年、佮有2010年以后第3届拍入去奥运。即阵台湾拢总有5个木星区的选手会当参加这届的巴黎奥运。来关心国际消息，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11举办颁奖典礼，入选13项的奥本海默摕到7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男主角和男配角。那艾玛史东是以《可怜的东西》第2届摕到影后。那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苍鹭与少年》嘛摕到奖项。不过会场外口是有团体在反对战争，致使典礼是延后举办。奥本海默71奥斯卡颁奖典礼得奖上侪电影，包括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包办2项主要演员奖、外交电影、剪辑甲最佳原创配角等7项大奖。克里斯多夫·诺兰感谢这片，同时也是太太艾玛·汤马斯工作甲生活共调，共享人生所会荣耀。The incredible Emma Thomas, producer of all our films and all our children. I love you. 这条男配角小罗伯道尼上台起场，就亲像漫威英雄上身，也感谢另外一半。Susan Downey over there. She found me a snarling rescue pet, and you love me back to life. That's why I'm here. 新年末会是影帝将电影献给故乡甲和平倡议者。For better or for worse, we're all living in Oppenheimer's world, so I would really like to dedicate this to the peacemakers everywhere. 为越来越叛逆了后，2摆红球的艾玛史东对得奖情绪真激动。My voice is also a little gone. Whatever. The women on the stage, you are all incredible, and the women in this category. 最佳女配角是第6星达芬乔希兰道夫，代表台湾入围最佳纪录短片的金门，无得奖，由美国的最后的乐器维修师得到。最佳动画片是《冲路甲少年》，这是导演宫崎骏为2003年身份小路了后第1摆得到小金人，不过伊无参加典礼。典礼由脱口秀演员吉米·金摩第4摆做主持。第一颁服装设计奖的时阵，甲颁奖的小演员约翰·斯坦的创作桥段，互全场叽叽叫。Costumes, they are so important. 最佳纪录短片导演同时也是记者切尔诺，伊发言互人心思，严正战争之下，无人是赢的。But probably I will be the first director on this stage who will say, I wish I would never made this film. I wish Russia never attacking Ukraine, never occupying our cities. 公司新闻郑淑芬评论。英国王妃凯特今年1月动手术了后，有2个月拢无参加公开活动。这个月初十，王室公布一张相片，要庆祝母亲节，是王妃和3个王子甲公主。不过，这张相片却因为有修改过，引起争议。真侪国际通讯社拢甲相片拆掉。凯特王妃伫网络表示，伊和普通人共款，拢会收图，引起争议，甲大众会失礼。威廉王子加卡米拉王后等人最近参加大英国协力的活动。国王查尔斯3世因为着癌接受治疗无来。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威廉王子甲伊看手凯特，互人看到是最近出现2个人坐车离开温莎。伫咧几点钟之前，凯特公开为引发风波的家庭相片道歉。伊伫 X 答文讲，家己甲真侪业外的摄影师共款，有人时也会试家己编辑相片，对所造成的纷扰感到抱歉。肯辛顿宫表示，未重新发布原始的相片。42岁凯特伫1月8日动手术，大家拢关心伊的健康。伊才发这张手术了后第一遍公布3岁过度的相片，造成大家伫咧猜测。It's a major communication failure from their side to distribute such an image, which raises doubts, will only create rumors and make us doubt that she's as well as they want her to look. 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5间国际主流媒体是伫发现相片有问题了贴来。
比如讲，夏绿蒂公主倒冰枪明显无同款。根据王室的消息来源，讲开头是甲相片做微幅的调整。这张家庭相片只是单纯经过修图，为了母情节所发的，也就是讲，这不是一张专业的相片，而是记录家庭时刻的相片。因果无完全真实，所发布到全世界，已经造成公关的问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高宗邦制国建议乌克兰和罗西亚谈判，不过乌克兰拒绝啦。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伫乌克兰东部的战事已经有冻掉啊，军队目前的状况真好，而且乌克兰嘛登得起1000公里的边境防护。来看白宫公布自控制局财政年度预算，重点要加强吓惊中国的能力。国务院要求爱编1亿美金协助台湾来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来看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军陆战队自2月底开始联合军演，车集伫鹿儿岛县举办独岛的训练。日本媒体报道，台湾若出代志，日本嘛会有代志，所以日本和美国想要透过演习加强西南群岛的应对能力。下报道。国民党立委要推动不在籍投票，包括总统大选，会当伫境外使用通讯投票。不过，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表示，咱的选举严重受到境外势力影响，这选制要改革需要斟酌去考虑。也希望不在籍投票会当成为公投来做看卖，再来针对大选做改制。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法，推动选举不在籍投票，也就是免伫徛户口的县市投票。包括开放境外通讯投票，引起民进党的反弹。这个是要让中国介入选举。民主国家的选举近年来受到境外势力介选的情形相当的严重，所以任何选制的改革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做到尽善尽美，那同时要能够保持维护这个民主选举的核心价值。李进勇嘛表示，选举制度改革需要谨慎来考虑，希望先为对事的公投启动不在籍投票，而且以转移投票的方式来实施，加做选举不在籍投票的参考。不过，南亚立委批评讲，公投甲一般的选举同款重要，应该做一改革完成。选举你不能够因为选制的一个改变，一下子冲击到选务，所以我们是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你刚刚讲说选举跟公投重要性一样重要，可是你们在实务执行的时候，你们显然是把公投当成实验嘛？目前不在籍投票法的草案并无党团的版本，敢若有国民党立委王芳美提案的版本，主张以通讯投票、特色投票所投票2种形态为主。预定是提出分阶段实施，先起全国性投票采转移投票，再个豆豆扩大到地方性投票。民众党团是分做短期、中期甲长期计划，加速推动不在籍投票。广泛的觉得，只要去过大陆就是抹红，所以把台商污名化。我认为我要奉劝民进党，千万万不可。那至于说不在籍投票范围要实施多少，范围要实施的对象，那这个大家可以谈。既然投票是秘密行为的时候，他们要寄选票的时候，难道不会在中国的指导下投票吗？那你从不同地方全国各地送回来投票，公他们要开票就不涨，怎么样开票呢？那已经发生暴动了，要这个通讯投票的话，海外投票的话。先去修宪再讲。李阳日讲，通讯投票或者是境外投票，技术条件真悬，伫选票运输的过程，较会产生弊端。投票的人嘛，较会受到投票地点的社会气氛、甲意识形态等等的影响。不在籍投票伫国会，嘛佫一个引起调野的交锋。记者综合报道。1949年5月19是国民党政府颁发戒严令的日子，自迄阵开始43年的白色恐怖时期。根据促转会报告，受难者有超过2万人，不过民间认为尚无有20万人被偷掠起来、关起来，或者是枪决。这重大的历史伤痕，咱煞拢无一个记忆日来哀悼。有民间团体都邀请白色恐怖受难者甲家属来呼吁政府，甲5月19定做白色恐怖的记忆日，希望这款用威权迫害人权的悲剧唔通阁发生啊！
民众一个一个提蜡烛拜春519的字样。1949年5月19是国民党政府颁给验定的日子，了后的43年都是白色恐怖时期。根据促转会的报告，受难者超过2万人，不过民间认为尚无20万人被秘密逮捕、监禁也是枪决。但是这重大的历史创伤却无一个记忆日。8月民间团体和受难前辈甲家属发布宣言，呼吁政府应当甲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这家族的受害，无属于阮伫监狱底。才会受害的人，所以这个受害的人，这么多时间这么长，是安怎无一个固定的日子来追思纪念？咱必须要，互咱所有伫白色恐怖时期受迫害的这些前辈们，咱爱互因一个历史的交代。要给他们一个历史的交代，绝对不能让他们来白白牺牲。民团指出，有侪民众对228事件和白色恐怖拢分别清楚，建议政府要用文化运动甲历史教育来促进记忆的强化，嘛爱有纪念碑也是标志，互民众对生活中去了解白色恐怖。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嘛来到现场参与表态支持。对白色恐怖记忆日这个活动，我充分的支持，我嘛期待讲台湾的社会会当去重视，我嘛希望国家人权委员会会当做一个真好的桥梁。新台湾和平基金会表示，因要推动甲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除了是和228事件分出差别，这嘛是悼念受难者的严肃的日子。因说来开始联署这个争取社会的共识，希望台湾人民甲白色恐怖记好条，民主才袂行翻头。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新北报道。来看台南和盛堂12年一届的王献大典，这顶一回甲王船出场照景已经是36年前，这届阁甲王船请出去照景，民众拢相知要看。庙方表示，因为1940年举办到今拢无登过，也要甲文资处申请市定民俗，甲这项活动保留落来。水 NOD 当咧开水路，头前有家长团的扶持，双边兼有民众斗扣色，扣的就是这只24尺长的王船，大部分的王船便拿出场就准备要烧化。不过这摆台南和盛堂一去年才一颗的王献大典，是当36档王船开工了后，佮出场射境7公里，这嘛形成府城旧城区真罕见的景象。标方讲主要是12运王伫疫情尾声要来消灾解厄，嘛请真侪民众来求王船求平安。因为头前入面溜到遮传承啊，因为因即间拢无登过，因为别间有登过，你若登过一届，讲较白就是无机会，佮继续下一次。跟着孩子走走好玩。开就忝，不会啦，开心就不累。王船出来受咱民众来吊拜，王船的来祝福，甲这无形的嘛收转去。这个大天顺秀的王船保揽是由传统工艺保存者王明贤用3个月时间完成的，全部拢是照寸步用纸糊的，把展现真侪古纸工艺风采。文书工作者指出，不论是狮头、铃，也是红顶星宿，看起来唔干那立体尔。这嘛，互王船更加神圣。双铃的部分伊是拢用手工就去捏的。你若看到船边有一寡较细尾的铃讲实在，伊是用一般便的这纸落去夹的。最近这几档要看到讲船会当用手工捏这铃的部分，这只船可能咱会当好好来欣赏安尼。大典的重头戏送王仪式，按算4月初6第3群新举办。北方表示，王献大典对1940年到今摒世传承，从来唔捌登过。这回庙方除了出版庙志，甲文化点点滴滴记录落来，嘛向市府申请市定民俗，希望甲地方民俗发扬光大，推向国际去。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有人讲台北的大稻埕是戏曲，为着要传承传统的戏曲，栽培新世代人才。今年3月，台北市艺文推广处拢会伫大稻埕办青年戏曲艺术节，今年已经是第10年啊，邀请真侪出名剧团来参加。到4月中，逐礼拜伫大稻埕拢有精彩演出。歹人若是看到这个面躯，一定会惊到心惊胆跳，就地倒下。
只要甲互你面躯地起哩，就会当互并发人随便做英雄。这出无性英雄是由东美分歌戏青年团演出，故事深实个趣味。为着要庆祝大潮亭第10届青年戏剧艺术节，邀请侪侪歌戏和本地戏的新世代演员来扮戏。西方拢有迄什么蝙蝠侠啊，好吗？很多雷神索尔这些一些英雄嘛。那希望在东方的这个英雄的这个部分啊，也有一个不平凡。但是他是一个平凡人，内心嘛产生了那种英雄的气概跟英雄的梦，为了保护他的家人。今年的青年戏剧艺术节，有邀请到人间国宝王金英老师出来少年演员和明华园总团做伙来参与。另外本地戏有小西园和金英哥等等，拢是名声趟全国的戏班。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办这个艺术节，就是希望正做戏剧传承的平台。老一辈传到这个后一辈，希望这个台湾这个宝贵的这个歌戏啊、布袋戏等等会当安尼永远安尼甲传落台北大潮亭，互人讲是传统戏曲，为着要传承传统戏剧，栽培新生代的人才。青年戏剧艺术节的理念10年不变，就是要看成新生代的艺术家，和传统戏剧得到有新的创意和人才，让愈侪人来看戏。所来到4月14进前，伫台北大潮亭戏院和大潮亭码头，逐礼拜拢有精彩的演出。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来看嘉义埔子推广在地文史的青木屋医疗文化馆，因配合台湾科技大学的教育游戏团队，设计出介绍埔子的桌仔耍，结合手机的影像和桌仔耍，会当为室内算起到室外。有人点册肠、米肠、甲鸡面。念出桌仔伊较远顶面的条件，看家己的手头敢有符合的地点，若有就会当得分。一般的桌仔耍拢是伫室内桌顶伊。不过，这个会当利用手机的镜头到室外耍实景解谜。这套用铺子做主题的桌仔会当行出好啊，哪耍哪入捌铺子。耍的感觉我感觉我较了解铺子这个所在啦，有足侪食物件，足侪好耍的所在，阁有伊的传统的信用，阁伊的文化。真欢喜看到店家透过这个物件，介绍出咱铺子的文化、产业、历史，阁有产业透过耍的方式。互游客叫在地人熟悉咱的铺子。这套桌仔内底小个古迹景点或者是店家，计共有35位，做伙研发医疗文化馆讲，为图面到内底的内容，都是在地人对铺子的记忆。伊顶悬的图呢，拢是遮的民众来家己画出来，足特别的，用画出来，毋是翕相的，所以讲这个含在地的关联性更较大，互人有参与感。埔子在地医疗文化馆透过3合的合作，甲台湾科技大学的团队用2冬的时间来研发这套埔子的桌仔除了希望向游客绍介埔子，也希望在地人会当更较入捌家己的故乡，甲这记忆传承落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湾的水鹿啊，过去拢出现伫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山区。不过，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发现，在海拔600多公尺的山区，冒出现水鹿啊。有可能是受到人类影响才会刷修。研究人员自动相机内底一张台湾水鹿的相片，翕甲真清楚。水鹿伫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废墟矿区，这海拔才661公尺，和以早水鹿拢生活伫2000公尺以上的悬山无同款。以往都是在台湾高山，比如说南湖、七海这边比较容易见到踪影哦。那经过这次的研究，我们很高兴说，台湾这么多年的保育以后，水鹿有逐渐在往东扩散，也有逐渐在往低海拔扩散的一个生物回归的一个现象哦。外界好奇台湾水鹿哪会迁到较低的所在？太管处按2009年开始委托并扩大调查大清水到废掉废弃矿区周边22平方公里，海拔大约500到1500公尺，拢总有设30台相机、6台录音机监测。基地的破坏或是人为的一个开垦所以造成说研究都是在2000公尺以上才会发现水鹿啊。那最近又因为大家的保育，台湾水鹿才会逐渐的往东移动，也会逐渐往中低海拔扩散啊。太管处强调讲，这届监测报告嘛发现讲，园区内的饲养动物资源比过去更加丰富，其中以长鬃山羊、台湾猴和棕水麻较侪。大清水矿场是赤白碰处、甲白面乌处，和过去的研究比较，
同样区内的物种数量拢有增加。记者综合报道。野鸟学会伫桃园81个鼻仔发现40种2万多只野鸟啊，显示这个鼻仔对岛鸟来讲是真重要的环境。不过有的鼻仔起报道了后，这生态受损重，野鸟的数量就大大减少。学会是呼吁市府要爱重视。规定的风头尖鸭，不时会藏落水底掠鱼仔、虾仔来食，也阁有同款的藏落水底掠鱼仔的鲈鱼，甲国际保护联盟红皮书内底青头尖鸭、白眼尖鸭，每一年拢有侪野鸟伫桃园的鼻仔过冬。我们之前在这边做那个调查的时候，曾经看到黑鸢抓着老鼠这样子，我们有拍到。这边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类型的那个鸟类。桃园的鼻仔真侪。野鸟学会去年11月至今年2月，伫81个猪仔调查，发现拢总有40种20533只野鸟来到遮生活。不过学会嘛发现讲，永年寒冷、干鸭数量真侪，观音区红塘边，伫种建宽湖步道等等的设施了后，野鸟的数量减真侪，呼吁市府都要重视。红塘皮在5年前左右的时候，差不多1000多只的风头潜鸭。可是现在因为公园的改造，其实它便利了人，可是它不便利了这些野动，所以呢，其实风头潜鸭到现在目前已经没有半只了。未来如果说要新建在湖边做一些游戏的设施，其实要从生态跟人的角度一起去考量。桃园市野鸟学会表示，桃园有3097个鼻仔。不过，真正会当互尖鸭或者是其他的雁鸭来遮休困生活的所在已经无侪。安怎伫个市区位设计出互人甲动物共享的环境，会是重要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天狗食日动物会有啥物反应呢？有研究人员发现一寡动物会发奇怪叫声，甚至有动物会准做是日头落山。后个月初8，伫美国甲加拿大拢有天狗食日。科学家都要观察看，这动物会出现什么款趣味反应。一道地红鹤做伙大食，甲好仔囝围起来，甲因保护。这是2017年8月伫发生天狗食日的时阵，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动物园的怪现象。研究人员讲，因迄当阵阁发现南卡动物园的加拉巴哥象龟，伫日头当中风炸掉的时阵，竟然开始做互人歹势的代志。讲的麒麟鹿开始真烦走来走去，当南妈长手的狗发出无听过的声音。外表真恐怖，但是个性真安静的科莫多龙嘛不安动来动去。And the Komodo dragon we were watching before the 2017 eclipse, it literally didn't move at all. We watched it all day Saturday, we watched it all day Sunday, then the eclipse was on Monday, and just in those couple minutes during the eclipse, it started running around and had a reaction. 科学家讲，后个月初8，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嘛有天狗食日。即摆因会全面检视动物园内面无共种类的野生动物，会有啥物趣味的反应。This time around, we're going to look at some of the same types of animals. So we're going to look at a different group of gorillas and see if they behave the same way as previously. We're going to look at another group of giraffe. 科学家讲，过去发生事日的时阵，常常都有人看到野生动物出现个别的无正常的行为，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人去进行较严谨的研究。目前初步看起来，这款动物是准是讲天狗食日，就是到暗时啊，会集体转去因的手。但这摆唱歌敢会搁较罗曼蒂克，高感觉会唱奇怪的歌，拢是科学家观察的重点。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纽西兰的海洋生物研究团队进前伫咧南岛的东部海域发现大概100种毋捌看过海洋生物的物种，包括鱼类、陆地、珊瑚等等。发现了后，嘛代表研究的任务阁爱无停歇，继续做落去。研究船伫无算平静的海面行，这是伫纽西兰南岛东边的外海，是邦迪群岛的海域。水面下数千公尺深的海底被叫做邦迪海槽。研究团队动用深海无人藏水船，用鱼帮这个工具将各种样本固上船。水船的研究人员马上检视这海洋生物的外观，佮加做了壳内底现在物种来比对。This particular species is only known from that specimen. The strong suspicion we have right at the moment is this is a new species.
研究团队成员除了国立博物馆，也有来自纽西兰国家水系加大气研究所、加英国、澳洲的专家。因收集将近1800样本，航行海峡范围长有800公里，上深的水有4800公尺。当然，因的辛苦并无白了。We've gone to lots of different habitats and we've discovered a whole range of new species, from fish to snails to corals and sea cucumbers, things like that. Really interesting species that are going to be new to science. 根据纽西兰国家水系加大气研究所资料库，世界的海域已经确认物种将近18500种。未来3礼拜分析结果会纳入这个资料库当中。公司新闻时间真便宜。路枝掠鱼是日本传统的掠鱼技术，嘛是重要的观光活动。不过，这几冬因为气候变迁，生态受影响。这鱼仔的数量减少啊，致使这项传统文化出现消失的危机。在火把照明之下，各船的人一人提钩啊，控制船行方向，一人拍伫船头，手划几啊条索啊，因看到索啊另外一边有几啊只鲈鱼伫水内底咧游。这是日本基号长良川传统的掠鱼技术。每年5月中到10月中，渔民会趁天暗落时阵，赶大鸟、鲈鱼，扔入去水内底掠咧困网当中受惊吓，而被传的鱼类。这种奇特的掠鱼方式，也佫正做当地观光性停止性。啊，不过即马却受气候变迁影响，这项传承1300年历史文化遗产，可能都无去啊。川の変化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ね。で、もちろん水量であったり。川の中の石のね変化、昔は大きな石しか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最近は小さなね砂とか砂利が増えて、もうそれに比例して鮎もなんか小さくなっていったようなそんな感じですね。即马全球暖化，长良川的水温上悬到30度，致使螃蟹生卵的期间延后1个月。另外，河流因为大雨定定涨起来，和河内底螃蟹的食物草苕类无法度生存，影响鲈鱼可能掠无鱼。その河川を管理するマネージャーによってですね、河川改修が急速に進む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それによって、例えば鮎が好むですね、石につく苔を鮎が食べ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石がですね、砂利や砂に覆われてしまって、鮎が寄りつかないような場所も出てきてしまっています。河川水位也因为气候变化无稳定，造成当地经济来源的观光活动，导致掠鱼观赏船行程常常要取消。目前当地已经团体为改善这情形，在河边设观景台，游客在看鲈鱼掠鱼的时阵，加入传统文化、艺伎、学徒的表现，来吸引游客体验日本文化。国视新闻陈时东编辑。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4度到23度，中部地区15度到25度，南部地区16度到27度，东部地区16度到24度。外岛地区10度到2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芝，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